大家好，又嚟到花旗財富投資外匯短評嘅時間啦。我係陳樂瑤，今日係2025年9月30號。花旗分析員最新公布嘅外匯預測仍然維持睇淡今年下半年美元嘅走勢。美國就業市場下行風險以及市場對聯儲局減息預期升溫，或者繼續喺今年下半年利淡美元。花旗分析員預測0至3個月美匯指數或者跌至96.61水平，而明年美國將舉行中期選舉，屆時或者會有更多支持美國經濟嘅政策出台。預料6至12個月美匯指數有機會輕微反彈至101.84，投資者可以考慮逢美元高位沽美元買入其他主流貨幣，例如係日元、歐元以及澳元同埋紐元咁樣。作為商品貨幣之一嘅澳元，中國經濟復甦或者持續改善澳洲嘅貿易條件，可能支持澳元嘅表現。數據顯示喺2024年，澳洲分別係全球第2大鋁以及第3大銅嘅出口國。花旗分析員認為，大宗商品入面嘅銅可能比較受惠能源轉型同埋人工智能嘅機遇，而機械人工智能嘅建設可能為同屬大宗商品嘅鋁提供新需求推動力。花旗分析員預計，中國大幅增加機械人同埋數據中心嘅支出規模，應該可以提振呢兩種金屬嘅中長期需求。預料直至今年年底，澳元對美元或者可以上試0.68至到0.69嘅水平。日元方面，上星期五美元對日元曾經升至大概149.96後回落，反映目前150水平或者仍然係比較強韌嘅阻力位。日本壽險公司等嘅投資者外匯對沖水平已經降至歷史嘅低位。預料美國同埋日本龐大嘅息差對投資者嘅貨幣對沖策略將會有重大嘅影響。當海外投資者調整貨幣對沖比率，即係美元沽盤增加，沽美元買日元嘅規模或者最為顯著。花旗分析員維持預期，今年夏季美元對日元喺大概150見頂之後，將於今年底前回落去到大概140。明年下半年或者可以下試130嘅水平。今集嘅外匯市場短評時間又差唔多啦，下次再見，拜拜。